列王紀上第19章。亞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殺眾先知的事，都告訴耶洗別。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，告訴他說：明日約在這時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，願神明重重地降罰與我。以利亞見這光景，就起來逃命，到了猶大的別是巴，將僕人留在那裏，自己在曠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來到一棵羅藤樹下，就坐在那裏求死，說：耶和華，罷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。他就躺在羅藤樹下睡着了。有一個天使拍他說：起來吃吧。他觀看，見頭旁有一瓶水與炭火燒的餅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他說：起來吃吧，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。他就起來吃了喝了，仗着這飲食的力，走了40晝夜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：以利亞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他說：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耶和華說：你出來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，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華卻不在風中。風後地震，耶和華卻不在其中。地震後有火，耶和華也不在火中。火後有微小的聲音，以利亞聽見，就用外衣蒙上臉，出來站在洞中。有聲音向他說：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裏做什麼？他說：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耶和華對他說：你回去，從曠野往大馬士革去，到了那裏，就要告哈薛作亞蘭王，又告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，並告亞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。將來躲避哈薛之刀的，必被耶戶所殺；躲避耶戶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殺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，未曾與巴力親嘴的。於是以利亞離開那裏走了，遇見沙法的兒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頭有12對牛，自己趕着第12對。以利亞到他那裏去，將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。以利沙就離開牛，跑到以利亞那裏說：求你容我先與父母親嘴，然後我便跟隨你。以利亞對他說：你回去吧，我向你做了什麼呢？以利沙就離開他回去，宰了一對牛，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給民吃，隨後就起身跟隨以利亞，服侍他。